呢啲啊，點解你喂，嘅？因為啱上完大師咯，我今次係第5次上大師啦。咦，咁你覺得點啊？每次大師完咗之後咧，我都覺得係人生技能新解鎖咗嘅。咁令我印象最深刻嘅次就係同伴侶關係啦，即係我老公嘅關係咧，係成個翻天覆地嘅改變。咁你覺得上完大師之後咧，對你嘅伴侶關係，即係點解會突然間會有咗咁大嘅轉變？因為以前嘅我咧，我對我伴侶好有期望，我成日想佢製造浪漫啦，想佢關心我啦，可能好 sweet 啦咁樣，初戀感覺啦。但係咧，所以我就用咗好多控制啊，同埋好多即係會逼佢嘅行為出現啦。咁所以咧，令我哋關係一度緊張。咁自從上咗大師之後咧，我發現咗我睇到自己呢啲行為，咁開始我就開始放鬆自己啦，同埋咧我意識到我有控制出現嘅時候，咁我就會慢慢調節自己。咁所以而家開始之後，我老公同我關係有改善咗好大，係包括佢而家會成日打電話俾我啊，會問下我啊，製造驚喜啊，有翻拍拖嘅感覺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轉變。